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4月3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这个3月份已经结束了，4月份已经进入第3天，但是媒体还在渲染小阳春，还在宣传小阳春，这个也没什么问题。我纳闷的是什么？是一边倒的在宣传小阳春，3月份的，但是4月1号、2号的数字没有人提，或者不太容易看到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进入了4月1号，所谓的小阳春就是断崖式下跌。为什么？我们假设如果4月1号、2号这个销售数据、二手房数据要是好，那媒体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渲染小阳春有持续性。他为什么不提？不提就说明这数字不好，所以还是炒3月份的数据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判断，因为我也没看到什么1号、2号的数据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、杭州1号卖了多少套，2号卖了多少套，反正我没看到，所以我推测这个数字不太理想。就像这个小孩期末考试，那成绩好，你要考2个100分，那你还没走到门口，对不对？你就喊开了是吧？家长追着后面问了半天都问不出一个屁出来，那说明你成绩考得不好，总是在那支支吾吾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就3月份的数据，咱们还可以聊一下。我看了一下，有人统计了一下，上海二手房是31216套。北京二手房是19886套，广州二手房12674套，深圳二手房6770套，杭州二手房是9356套，南京二手房9883套，苏州5058套，成都23429套。那这个到底意味着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这个二手房数据3月份看着还行，但实际上比预期没强多少。财经网今天它有篇报道，叫百强房企一季度销售额同比下滑23%，楼市小阳春成色几何。他这说的主要是新房。我们看看财经网是怎么说的。他说2026年初开始，部分核心城市二手房交易趋向活跃，但其热度尚未传导至新房市场。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是二手房卖了多少套的，二手房看上去还行，也只能说看上去还行，那新房就很糟糕了。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一季度 Top 100房企实现销售总额6209亿元，同比下降23%，仅相当于2021年同期的20%，也就是2021年的1/5的。这个市场冷到什么程度了？中指研究院历史数据显示，2021年至2025年同期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分别是30780亿、16260亿、17590亿、8978亿、8101亿。这5年中，仅2023年一季度数额同比小幅回升，那都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跟口罩有关系。中指研究院称，2026年前2个月总额相比，前3个月销售总额的同比降幅收窄了3.7个百分点，但该机构没有披露前2个月具体数据。该机构解释称，房企在3月集中推盘，加大促销力度，致使单月销售数据大幅增长。市场机构科尔瑞发布的3月31日数据亦显示，3月典型房企的单月销售权益环比增长127%，具体数额接近一季度总额的一半。这个咱们解释过了，3月份的环比，那比的是2月份。2月份有个春节放了9天假，2月份一共才29天，放9天假，你只有20天，那你说环比增长120%有什么意义呢？科尔瑞数据还显示，3月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133万平方米，环比激增89%。环比这个数字没有意义，就这一次其中4个一线城市成交141万平方米，环比大增109%；22个2线城市和23个3、4线城市成交面积分别环比增长100%和66%。从整个一季度房企业绩来看，新房市场仍然低迷。一名头部房企营销负责人分析称，一方面受2024年4季度楼市政策影响，2025年初新房销售基数相对较高；另一方面，春节错位
也对数据形成扰动。2025年春节在1月，而2026年的2月，且假期延长至9天，犹如晚签需要在工作日完成，部分2月成交延后至3月体现，进而推高3月数据，形成小阳春特征。这是财新网说的，也对，就你可能在2月份年前买的房，但是你网签不了，你只能到3月份上班了。所以上海有好多那是什么网签又宕机的，服务器坏了一大堆的。小阳春跟这个也有关系。这名营销负责人认为，当前小阳春主要集中在1线城市二手房市场。在3月31日召开的分享会上，中指研究院高级分析师俊彤称，1季度20个重点城市共计成交 33.3 万套，同比下降 4.1%， 但高于2024年同期。3月二手房市场也出现了环比高增长。郑俊彤称，3月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 14.8 万套，环比大增 119%， 但同比仍下降 2.5%。 你个别的头部城市上海、北京比同比去年多了一点，但是你把20个重点城市加到一起，跟去年比还是少，这就是小阳春。1季度20个重点城市共计成交 33.3 万套，同比下降 4.1%。 3月二手房市场也出现了环比高增长。3月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 14.8 万套，环比大增 190%， 但同比仍下降 2.5%。 二手房成交实现同比增长的城市仅有京沪两地。财新网说，1线城市二手房市场确实已逐步回温。一名广州资深中介告诉财新，2020年初以来，刚需客陆续入市，过去大半年里，1线城市二手房房价大幅下跌，跌幅远大于新房，性价比开始凸显。该人士认为，这意味着1线城市二手房交易转暖更多是源于市场自身修复。这个也好理解，就本来那个房子是400万的，24年你都盯上了，但是400万，25年经过这1年的下跌，对吧？1线城市不是补跌吗？到了26年跌到300万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出手了，觉得可以了，就这么个逻辑。刚需它本来就是要急着买房，经过25年一个补跌，一个加速下跌，那好多人就觉得不能再等了，赶紧上车吧，孩子要上学啊。他说这一逻辑体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结构中。赵战胜称，当前北京二手房呈现出明显的刚需化特征，说500万元以下产品成交占比超70%，300万元以下产品占比攀升至 42%。 陈宇亦透露，近2个月上海外环外二手房成交占比有所提升，300万元总价以下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量持续增加。那么租金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。郑俊彤称，2026年1季度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 0.47%， 但3月份环比转涨 0.09%， 就3月比2月还是涨了不到 0.1%。 3月50城平均租金房价比为 2.26%， 同比提升 0.12个百分点，较2023年初的低点提高 0.29个百分点。可供比较的是2025年末居民购房综合资金成本大约在 2.4% 至 2.7% 之间。中指研究院预计，在好房子项目入市及传统销售旺季带动下，2季度核心城市房地产行情有望获得支撑，其中4月的市场表现尤为关键。核心城市若能延续热度，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。该机构称，从全年看，市场仍处于筑底阶段，受2025年成交逐季回落的基数影响，2026年新房成交同比降幅或将逐步收窄，但分化格局还将延续。二手房方面，挂牌量日渐趋稳，价格跌幅有望进一步收窄，但楼市要实现真正止跌，仍有赖于收入预期与房价预期的同步修复。那终于有机构把房价跟收入挂钩了。但凡你分析的时候把房价和收入挂钩，那至少这分析还是靠点谱的。如果只聊房价不聊收入，那就是胡说八道，对吧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
但凡你的分析里面提一嘴收入，那至少你这个分析还有点影儿。你房价要真正止跌，有赖于收入预期。这是财经网的一篇报道。那么财经网认为这个楼市小阳春成色几何？你到底是成色怎么样呢？大家心里有数。实际上这个小阳春就过去了，我们要面对残酷的4月。明后天就是周末，周一我们看看这4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怎么样，是不是断崖式下跌？今天财联社也有一个报道，这个报道就更有意思了。这些数据都是干货，也不好造假。什么数据呢？就是6大行的按揭贷款。按揭贷款一般的就是房地产，通过这个6大行按揭贷款的变化，你就知道这个楼市是什么个情况。它这个报道的标题叫个人房贷余额去年就是2025年净减7000亿，房贷余额减少了7000亿，你是什么概念？6大行集体告别房贷资产6万亿的时代，3连降后能否回暖？这回暖不回暖跟楼市有关系。你楼市火了，你这个按揭贷款它也会火。按揭贷款在减少，那就说明楼市极寒。他这文章这么说，他说过去1年提前还贷的风潮止住了吗？大行的房贷业务有复苏吗？或许我们可以从国有大行年报中窥见一二。根据国有6大行年报，财联社记者统计发现，截至2025年底，6大行存量个人房贷总额24.5万亿，较上一年减少0.7万亿。这是存量总额24.5万亿。那么他有人在还按揭，那有人还在贷款。如果贷款的增长速度大于还按揭的增长速度，那么你个人房贷总额那肯定是在增长的，应该这样。如果贷款买房的增速小于还按揭贷款的速度，那你这个总的贷款余额是在缩小的，而2025年就缩小了7000亿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还按揭贷款的远远大于去贷款的，这就是典型的叫降杠杆。自2022年底6大行房贷余额创历史新高后，目前这一数据已连续3年出现下滑。去年住户提前还贷的风潮还在继续，但相较于2024年高点下降明显。同时，由于市场需求的下降，新投放市场的房贷也不如预期，导致我行房贷规模继续下降。但这也是行业普遍现象。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，2021年9月份恒大一暴雷，是我做节目直播的时候，那时候可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赶紧还按揭贷款，手上有钱千万不要去理财，不要存在银行，不要去做生意，而是赶紧去还按揭贷款。2021年，结果到了2023年，很多人才反应过来，才跑去还按揭贷款，结果银行不让还，银行设置门槛，各种刁难，就是让你预约，预约完了之后又还得去上门。以前是通过 APP 直接还，非常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部分人到23年、24年才反应过来，所以个人提前还按揭贷款是到2024年达到个顶峰。为什么24年达到顶峰呢？我认为就是该还的都还了，剩下的实在没钱，也预示着大家赚钱难了。赚钱难，你没钱还你怎么还，对不对？实际上2025年提前还按揭的还在继续，这回都学精了，有钱赶紧还按揭贷款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你的按揭是3.1%，有的还是5%啊，6%的，但是你那个银行存款在多少？1.5%。你把你的钱存银行，那不犯傻吗？一边是给你利息只有1.5%，你一边要还3%、4%的利息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你把钱拿去红绿市场，你去炒什么黄金，你干什么都会赔。你加盟开个小餐馆、奶茶店、火锅店，最后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么7000亿的房贷余额的下降，对于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总规模意味着什么？根据央行数据说，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万亿，而2024年底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7.68万亿。从金额来看，去年个人房贷整体缩水了6700亿，而6大行房贷一年减少7100亿，这意味着去年由股份行、城商行等
其余类型的商业银行的个人房贷投放量有所增加，部分对冲了六大行房贷缩水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些股份行、城商行还在玩命的去放个人按揭贷款，他们可能还稍微多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总体上都在减少。依据六大行此前公布的年报信息，记者查询发现，2022年底国有六大行个人房贷创下历史纪录，总额一度超过26万亿。但此后3年至今，六大行房贷余额持续下降。从2022年底到2025年底3年来，六大行房贷缩水已超过1.7万亿。这一下降幅度基本持平全国个人房贷余额变化情况。央行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8.8万亿，与去年底的37.01万亿之间差额是1.8万亿，你看看，差不多。所以说，你通过央行数据和上市公司六大行公布的数据，基本上能对应上什么？就是你往出放按揭贷款的速度小于韭菜去还按揭贷款的速度，所以它就余额减少了。从这一点也说明房地产的低迷，房子卖不动，没人贷款买房。相反，大家还玩命的去还按揭贷款。这个楼市低迷，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一些央企开发商和央企承建商，还有央企的设计公司。今天网上有人说某央企地产大规模变相裁员，他也不是直接裁，他是变相裁。央企地产有一位在央企地产干了8年的员工，他说我在央企地产干了整整8年，从最底层的专员一步步熬到项目主管。当初进这家公司图的就是央企2个字稳，谁能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轻重分离，直接把我们这些把青春砸在这里的老员工逼到了走投无路的角落。从2024年开始，公司就天天把扁平高效、轻资产转型挂在嘴边，今天砍大区，明天说城市公司，后天又说要剥离开发业务，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。我们这一群人一开始还真信了，觉得跟着公司转型总能有一口饭吃。我们跟着加班，跟着调整，跟着扛下一轮又一轮的压力，以为熬过冬天就是春天。现实给了我们狠狠一巴掌。所谓转型，不过是拿老员工开刀的遮羞布。部门里的某大哥在住宅中心干了6年，业绩年年排在前面，公司喊人才计划，哄着他转去物业条线，说是重点培养，他信了，咬着牙接受，工资直接从50万砍到30万。说白了这些在央企上班的这些人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。房地产都这样了，对吧？你还不做好心理准备。2021年9月份暴雷到现在，一天比一天冷，哪个公司都没办法逃脱这个命运。这个作者说，我们以为这已经是底线，也就是说就是工资降半，对不对？从50万降到30万，没想到更狠的还在后面。今年上半年 HR 一张调岗通知甩过来，经理变主管，工资再砍一截，最后只剩20万出头，不肯签，公司直接锁门禁，停考勤，他每天只能揣着手机拍照留证，像个多余的人，被晾在办公室最不起眼的角落。 HR 还没完没了的记 EMS， 限期到岗，不去就算旷工，这哪是培养，分明是变着法逼人走。实际上这就要裁掉他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走那怎么办？还有以前项目总裁项目总某个大哥在公司干了7年多，陪着公司从小做到大，主动响应号召转去商管物业，年薪60多万直接打7折，只剩40万。今年合同到期，明明够条件签无固定期限合同，公司就是不肯，还逼着签改进计划书，字里行间都是感人。8年心血，最后换了2个字：优化。连赔偿金都被提前压好的薪资算着少得可怜，公司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，1分钱都不想多花。高管们的日子和我们完全是2个世界，
年薪动辄几百万，就算降薪，也只是少拿几十万，照样过得锦衣玉食，围上来的人依旧排成长队。而我们这些基层员工，开发线的经理转岗，薪资拦腰砍，客服、人力这些后台岗位工资直接减半，年终奖拖了一年又一年。去年华东某大区某部门解散，我们的奖金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见，年报上写着深化变革，提质增效，在我们眼里就是降薪套娃，花式压榨。行业寒冬我们能理解，公司要转型我们愿意配合，可凭什么所有代价都要老员工来扛？我们把最好的年纪、最拼的时光都给了公司，熬夜赶节点，冲业绩，保交付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到最后却成了公司里的累赘。这不是轻重分离，这是卸磨杀驴。现在整个地产圈都在玩远性优化，不明着裁员，就靠降薪、调岗、冷处理，一点点熬到你自己提前离职。我们当初冲的就是央企的稳定，以为这里有人情味、有底线，结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。数据显示，过去几年15家地产央企累计减员5万人，多少人和我们一样默默被牺牲？这个是某一个央企开发商一个员工写的，什么意思？实际上就是央企日子也难过，非常难过。但凡日子好过一点都不会这么干，而是哪个领导愿意这么折腾？就是没钱了，现金流困难，你这些还50万、80万一年的，不砍你砍谁？实际上这些员工不应该抱怨。为什么？你不要看那些高管锦衣玉食、风光无限，那仅仅是只见什么贼吃肉，没见贼挨打。你只看到高光的一面，你看不到他的高管的辛酸。你比如说万科，现在高管就在退薪，这退薪你说他怎么退？能退出来吗？退薪就是卖房子、卖车子，这些高管到时候公司不好，高管还要被追究责任。退薪都是小事，说不定还要进去蹬缝纫机。基层员工你就拿你那点钱，你背的就你那点锅，你不至于把自己整进去了。虽然钱少，但是风险也小，基本上很少说让基层员工退薪的。这个拿到口袋里的钱退出来，这是很难的。你没钱退，那些高管钱发到手，不都消费了吗？买豪车、买房子、包，有的还炒股，也就是没了，都缩水了。你这时候让他再退出来，就大窟窿就出现了。他10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能卖400万，那车子更不值钱，怎么退？一退就是倾家荡产。所以说，无论你是在央企开发商还是民企开发商，要早做准备，随时准备走路，不要抱怨了。因为大行情就这样，房子卖不掉。说句实在话，降薪就降薪。如果你能在外面找到比这工资更高的工作，那你就赶紧走。你要找不到，那你就降薪呗。反正我不走，我接受降薪，出去就是失业。从这个贴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，央企开发商实际上这冬天是不是已经来了？如果26年房子再卖不动，你能想象这些央企开发商日子怎么过吗？跟万科不一样吗？如果这些央企开发商也到了破产边缘，这些高管不退薪吗？一样要退，说不定还抓几个进去。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这还有一个故事，这是深圳的一个包工头小老板，一个50岁的房地产大哥，昨天公司正式宣布破产。这个房地产大哥啊，是从东莞的小包工头起步，赶上深圳楼市最狂热的10年，2015年到2018年高峰期，手握6个楼盘，资产一度超过30亿，那也是对吧？这事业真是上升期啊，也就是说人生巅峰，成功人士手握30亿的资产，30个小目标，朋友圈永远是西装笔挺，笑得自信，身边围满银行行长和基金经理，成功人士。昨天上午10点半，法院破产公告挂出，他坐在福田中心区办公室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高楼，久久无言。秘书把文件放下，没敢出声。50岁本该收获，却一无所有。他没哭也没砸东西，只是
转移背对门发呆，脑中闪过的不是签约仪式，而是更痛的片段。说父亲2019年肺癌晚期，他人在香港谈合作，老人走时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葬礼上，弟弟红眼问哥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那句没说出口的话，如今像针一样扎心。忙什么？忙借钱，忙化债，忙保交楼，那肯定是一屁股债。这些年他信奉深圳速度，敢拼敢借敢赌就能赢，杠杆加到极致，现金流绷到最紧。他总说房地产是击鼓传花，谁先停谁死，可鼓声停下，花已烂在他手里。欠银行17亿，供应商6亿，业主预售款3亿。曾经点头哈腰的合作方，现在不是骂就是哭，人脉在破产面前连张纸都不如。房子卖不掉，你欠了那么多债怎么还？供应商跟你要钱，银行跟你要钱，业主跟你要房子，你房子还盖不起来。这个全国各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同样的故事，一年有多少万家这种房企暴雷，就是破产。曾经的对吧，首务几十个小目标，风光无限，但是一破产发现他净资产是负的，也就是还有一个大窟窿。50岁破产最惨的不是钱没了，而是时间、亲情、健康、尊严一起被杠杆压碎，醒悟来太晚。实际上这些包工头成也是杠杆，败也是杠杆。这个风起云涌，他能成为一个弄潮儿，首务30亿的资产，这就是杠杆的魔力。他加足了杠杆，那在深圳在房地产烈火喷油的年代，那你说他就飞起来了。那败也是杠杆，一旦击鼓传花，这鼓声一停，他就掉地上了。资产是缩水的，资产是弹性的，而他的负债那是刚性的。所以说房地产低迷，不仅是这些老板员工呢降薪失业，实际上整个行业都一样，都要买单。但潮水退去，谁在裸泳？从这一点上说，这个员工房地产开发商的员工还不算最惨，无非就是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但对老板来说，对高管来说，那不仅是倾家荡产，很有可能还有牢狱之灾。黄奇帆他在最新的一个演讲里面，他说中国房企将减少90%，也就是说还有90%的房企要破产，活不下去要关门。这个判断不算危言耸听，道理大家都懂。我们现在房子是过剩，现在房子你不造房子，就凭现在盖好的房子要卖3年才能卖得掉。第二个，我们人口是在下降的，新生儿一年比一年少。以后重点是什么？城市更新，是旧房子改造，哪要得了那么多开发商啊？所以说90%的房企都要关门。所以未来你要在房地产行业，那这个日子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难过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